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嘅5分鐘教學。今日我哋要講一個好重要但又經常被誤用嘅中藥材麻黃。大家平時有冇留意過食藥嘅時候點樣選擇同用法呢？又或者喺日常感冒咳嗽嘅時候，有冇試過用啲中藥嚟調理？其實麻黃就係一個非常經典嘅解表平喘嘅好藥，但用得唔啱都可能出事，所以了解佢嘅背景同用法好緊要。我哋平時講到感冒咳嗽，都會諗到用啲傳統嘅中藥，尤其係風寒感冒，麻黃就係其中一個主角。可能大家未必知道，麻黃喺我哋中醫都有幾百年嘅歷史，甚至喺《神農本草經》就已經有提及。佢仲有啲古怪又有趣嘅名字，好似龍沙、狗骨、悲上，呢啲都係古人用嚟叫佢嘅名。麻黃係由麻黃科植物嘅乾燥草經製成，主要產地喺山西、河北、甘肅、內蒙古同新疆等地方。採收嘅時候喺秋季，採啲綠色嘅草經曬乾，然後去除木質部分再切斷。外觀方面，佢氣微香，味苦澀，越係粗淡綠色，內心充實，色紅中嘅就越好。咁我哋要留意麻黃係用嚟做咩嘅呢？其實佢嘅性味係辛、微苦、溫，歸肺經同膀胱經。中醫講佢最主要嘅功效就係發汗解表、宣肺平喘、利水消腫，好適合處理因風寒引起嘅感冒或者咳嗽。而且要提醒大家一點，好多患者可能會用佢喺屋企自己煲藥，但呢啲都係有一定嘅風險。我哋先深入啲了解佢嘅治療應用。第一，風寒感冒最常見嘅係用麻黃湯嚟治療，因為麻黃入肺，善於宣發肺氣，幫助肌膚嘅毛孔打開，促進汗液排出，把外邪趕走。如果你有留意喺店鋪買藥嘅時候，可能會見到包裝上面寫住麻黃湯，俾人一睇就知道係用嚟散寒解表醫感冒啦。再嚟講，麻黃平時用嚟治療因風寒而引起嘅胸悶、喘咳，效果都十分好。喺臨床上，好多咳嗽或喘咳患者都係因為肺氣鬱結，咳唔出嚟或者咳嘅時候帶點喘，咁就可以用麻黃配苦杏仁、甘草，可以打開被風寒之邪引致鬱閉嘅皮毛，使肺氣回復宣暢，內降上逆之氣，有效治療因為肺氣微挫於胸肺所致嘅喘咳胸悶。比如小青龍湯呢個方劑就係用嚟驅除風寒濕邪引致嘅咳喘。我哋仲可以用麻黃嚟應付水腫問題，尤其喺風邪襲表或肺室宣降嘅情況下，上宣肺氣，發汗解表，可使肌膚之水濕從無竅外散，加上佢又歸膀胱經，同時可以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，以利尿濡濕。呢啲情況用麻黃加甘草，成效都幾顯著，叫做甘草麻黃湯，加多啲生薑、白術，效果會更好，幫助水濕排出身體。喺臨床藥房或者藥膳做法中，麻黃仲可以炮製成蜜麻黃、麻黃絨等等，呢啲炮製品都係為咗調整佢嘅性味，令佢喺治療上更溫和。比如蜜麻黃就用熟蜜調製，作用溫潤，適合用喺以解散邪氣但仍有咳喘嘅老人、幼兒。講到好多中藥配伍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啲經典例子。麻黃可以配桂枝，兩個都係宣發肺氣、發汗散邪好搭檔。又或者可以配乾薑，咁就可以增強散寒解表嘅效果。仲有配白術，用嚟健脾運水，都係非常常用嘅組合。但係我哋要小心，麻黃係一味性味偏強嘅藥材，唔可以用過量。尤其係心糟有問題嘅患者，要特別留意，因為佢含有麻黃蘆，能夠令心臟肌肉收縮力增強，令心跳加快。長時間或過量使用就可能引起心律失常等問題。另外，麻黃對中樞神經系統都會有興奮作用，大劑量甚至可能令到人失眠、震顫、神經過敏等，所以用藥一定要俾有經驗嘅中醫師嚟指導。希望今日呢個簡短嘅介紹，大家都可以對麻黃有更全面嘅認識啦。最後，
你哋平時有冇試過用中藥幫手解決感冒或咳嗽問題？會用到咩嘢藥？又或者喺購買中藥材嘅時候會點樣選擇呢？可以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一下喎。喺現今環境下，感冒、病毒傳播都幾頻繁，但我哋中醫講求整體調理，唔單止係治標，更重要係治本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留意身體狀況，用啱合適嘅中醫藥嚟幫助自己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嚟呢度啦。你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同分享呢個教學俾身邊有需要嘅親友，一齊學習，一齊健康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